大庙新年河大庙请水活动地点呢，就在那个小桥的水边的下面，清水溪的点河场旁边举行那个请水的仪式的仪式。新年河大庙的祭祀安排，农历10月11日下午一大清早5点就要到二座桥水边的北端桥下的地方清水溪的河床，那边举办请水掐碎请水的活动，那是每年10月15日，会游王宫、渔王宫代天行座和新年的活动。还有另外新年龙虎宫天场几年前还会有活动，马会结束后，把纸扎的船送到这个清水溪河床这边，就在这里一个最近的这座桥北端的桥下，清水溪的河床那边烧那个纸扎的举办宗教仪式的地方。